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阮这个福分通真做同工服侍你。主啊，这个服侍不管是大也是小，伫主的内面拢看作是要紧。所以，阮真感谢你，教会通过中级轮休的制度，互逐年拢有无共款新的同工加入伫服侍的这个阵营。主，阮以后要了解、要清楚、要明白圣经，互阮的学习。是因为阮服侍你，毋是为着人，是为着上帝。当阮尊主最大的时，阮的服侍就看见你互阮迄个属灵的价值。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甲开力。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四位，尊贵圣职，敬虔服侍，是对今仔日所读的这两大圣经节所下咱的这个灵感。头一位是希伯来书12章28节，过来就是圣经的哥罗西书3章22到24。当这款的经文，互咱什么款的学习？伫顶礼拜，咱有选出明年的轮休新接任的2位长老甲4位执事。咱拢知影，透过民主的听书，互咱的兄弟同工有加入伫服侍的机会。好像是透过民主投票的制度，事实咱的心中拢清楚，咱是仰望上帝、倚靠上帝，用祈祷的心求上帝来垂听。因为用人的办法无一定完全，但是若是互上帝所呼召，逐个人拢是上帝所重用的同工。甚至圣经真侪拢咧讲起着，互人看做毋像捌的，互人看做是微细的，互人看做是无才能的，伫上帝来讲，拢是大能的勇士。这就是基督徒服侍的特色，基督徒服侍一个真重要的信仰。当咱看见这个圣职到底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是咧介在咱服侍的迄个成果，服侍的一个品质。伫最近呢，咱因为真侪台湾人爱去日本来观光啦吼。虽然今年疫情的关系，大家拢受阻挡，不过足侪人去日本去袂先。甲问讲你到底介意啥货吼？若要讲是逐项拢介意，若要讲详细讲，嘛毋知，就感觉讲去遐吼，真侪通好感受到的。这当然有真深的文化的背景。日本统治台湾50年，真侪的文化甲精神已经进入到咱的这个子民的身上啊。不过，其中有一项，互人感觉讲，日本人确实值得通学习的，就是叫做因的迄个对代志、做代志顶真的态度。其中有一两项是咱感觉讲真有意思。头一个是日本的地道，咱若是有参加团体的旅游拢会想，会甲你安排去一个迄个地道就是茶道甲你示范，都一杯遐细杯的茶，迄个绿茶，安尼就安尼手续足多就对啦。人讲迄杯水要啉，遮麻烦安尼吼。杯洗什么安尼？哇，较学都学袂晓，因为咱无迄个背景啦。但是你知影讲，迄个日本的地道是咧表现出日本人对代志，当然迄甲因的宗教、甲因的迄个文化拢有真深的影响。伊用遐尼精致，而且是真微小的物件咧显出因对代志的看法。这是日本人可能感觉讲，因做代志顶真的一个现象就对啦吼，对这方面互人感觉到。第二种是叫做职人，职人咱台湾话甲翻过来，叫咱台湾较像无迄款话，嘛会使讲师傅啦，职人的精神啦，职人的精神，就是做一项代志，可能一世人敢若做一件事，一世人做一项事业，中间大家较容易接触就是日本料理。这个故事咧讲，日本人因敢若为着要来学习安怎做一个出色的师傅，就是这个餐厅的师傅，因有法度通
用32年啦，30年，大概咱的一生的这场的经验来学台一尾鱼，安尼。啊，这是互咱感觉讲足不可思议的即款代志哪会安尼都安尼凊彩啊，就解决啦？是安那一尾鱼啊，都爱台32年，还搁咧练安尼。啊，这是所谓日本人伫地道、伫职人的精神。啊，因为着要互一尾鱼啊，伊杀了啊，互食的人食了，感觉讲迄个滋味、迄个美感，拢要表现出来安尼。所以日本文化的精神真专注、真第一、真单一、真完美安尼。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可能是咱爱去日本观光的原因之一啦，也毋过有真多会影响咱对代志的看法。兄弟姊妹，若是要讲咱伫信仰的顶面，伫服侍主的顶面，你完全有即款职人的精神、地道的精神，用敬畏的心来做，安尼你服侍的大小就要变成神圣。意思是咧看做无重要的事，因为你用心，你注意，迄个代志就变神圣化。我会记得20-30年前，我还伫遮咧服侍的时阵，迄阵咱教会即个陈南州牧师，还搁伫台南新人院伫遐咧服侍，有机会拢会去伊伫迄个新人院的宿舍伫遐出入记接安尼。我印象真深，伫伊的迄个厅里有一张小小的图，迄个图毋知什么图，我已经袂记，但是伊是顶面写一句话，互我一直记条条，嘛一直在学习啦伊迄张图内底的迄句，人讲像格言就对啦。伊写讲：小事使事情完美，完美不是小事安尼。即句话佫有押韵，感觉真深的意味啦伊是讲小代志，甲小代志做好，互代志会变完美。伊是讲迄个细节就对啦。若是完美，就毋是小事啊。伊讲这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即个米开朗基罗伊的工作特学。这样事一直互我感觉真深的学习啦咱伫教会服侍，你任何小细节，因为你看重、你注意、专注，这就是神圣。这个互我有观察到一两项安尼生活中拄到的事。有一天咱的毋是聚会时间，牧师伫牧师馆，甲赵牧师伫牧师馆，听到隔壁的即个副堂有咧哭哭叫的声啦。我想讲，我都袂记得有啥物聚会，哪有人伫咧敲桌椅安尼。我安尼就好奇，就出来看一下，看是讲是毋是袂记得有啥物活动聚会。就看到一位兄弟呢，伊伫遐咧甲桌椅摆摇好。咱3楼的椅呢，有迄个叫我色的，有白色的。逐条椅嘛足好坐，毋过伊就是甲白色的归一类，甲叫我色叫一类。我问讲，真都无聚会，哪会要来创啥？伊讲，到明仔载咱有聚会，所以我专工来甲摆互伊好安尼。看起来是件小的事，当时我心内真大的感动，知影讲有人看重这项事，虽然小代志无人看到，毋过真注意。我印象讲，咱拄则讲日本爱侪人去观光，日本因为伊真侪迄个，因为所有的迄个庙寺啦所以不管如何，你就去安排观光咯，去参观遐足古早、足古老的迄个庙寺。有捌一摆，安尼有哪去参观京都的一间迄个庙寺，是咧欣赏伊的建筑啦咱知影日本的庙寺大部分拢是用茶来去做的，迄涂骹嘛是用茶。有一个特定的范围一定是爱烫只骹。但是迄届去看迄个风景啦迄个建筑的水已经袂记起啊。
但是我有看见一件事，一直伫我的心内，就是有一对迄个志工啦吼，啊有的查甫有的查某，啊查甫的吼，就是咱定伫电视看到安尼一条白面巾安尼绑伫即个头壳遐安绑掉安尼，啊大家伫遐创啥个？就是伫迄个招呼的人啊来指导讲，后来即个走廊规片拢是迄个耳落去的茶的即个地板。一排外看啊，差不多5、6个，大家跪落去，跪一排，大家人去一块亲像倒步安尼，啊水濘清去，然后摆一排，然后跪落去，开始对头一直撸，一直撸，一直切迄个涂骹，要互迄个涂骹清气洁净，无垃圾。我咧想讲，因的信仰是啥物？咱无讲介了解，但是干那看到伊遮个。志工跪伫遐，咧甲迄个涂骹切落清气，迄款精神都互人感觉非常的感动。因为因看这做要紧，小事吼代志完美，完美都毋是小事。我捌听见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咧讲起伫一个工地，有真侪工人伫遐咧做工，有一个观光客行到边仔来看。讲啊，即个工地敢是袂少哦吼，啊，就真好奇走去迄个师傅边仔甲问，但迄个师傅甲问讲，啊，你伫咧创啥？迄个师傅吼，安尼都真无用，啊，人吼安尼好像昨暝困无好，精神无好，所以就足无欢喜。讲啊，你是无看到我咧贴砖啊？吼，连这也咧问安尼。哇，迄观光客佫无死心，就是讲啊，伊要印这吼，也毋是毋对，啊，毋过都我的答案无对啦。然后伊佫行较边啊，佫另外一个师傅，啊，就问讲：恁这起这个工事是咧做啥货啊？迄个师傅吼有较柔和啊啦，啊，毋过伊嘛是爱甲应答讲：啊，到这个干工吼，叫我伫遮来贴一座墙啊，啊，这个墙啊，我着一块一块砖甲贴好好，啊，这是我的任务啦，吼，啊，毋知你佫有啥物疑问啊呢？吼，啊，问伊嘛无答案啊呢，所以这个观光客抑佫。无安尼失去好奇心啦，伊佫行到一个师傅头前，佫来甲问共款的问题，但是即个师傅哦，一个听到伊咧问，哇，赶紧手啊搬落来讲啊，你问着人啊，你敢知影？我咧参加一项伟大的建设，因为我要起一间庄严水的礼拜堂，起好吼。我要伫遮敬拜上帝，你看我做这代志有赞无？安尼，啊，这个事，这个故事嘛，一直伫我心内，因为这是咧提醒我对同一项事的看法，因为你的态度，你做代志的方法无共款，你的价值就无共款。三个师傅咧贴砖啊，但是迄个要起一间伟大的圣殿的师傅一定。逐日做了足快乐的，做了感觉讲哇，伊是咧参与一项伟大的事。所以兄弟姊妹，而且咱要透过这个选举的结果，伫个新的中入选生，咱的教会事实是真侪无共阶层的服侍者。那咱大概拢有这款圣经内的教示甲学习，你就会发觉讲，你的服侍是赢过世间任何的工作，因为迄是。甲上帝的恩典有关系。圣经安尼教示咱，希伯来书头一段咱的经文写的，伊互咱的教示是啥物？讲基督徒咱所做的代志，毋是一个普通的任务，是你要承受迄个圣经真特别，一只写讲袂当震动的啦，袂当震动的国度。伊从迄个国度吼，无互世间人会当抢夺的，迄个是永恒的国度。这个属天的国度，咱基督徒所做的大项事，包括拄则我所讲的，佚涂骹、拜倒啊椅啊，也是伫第一线咧传福音，逐个人拢是为着迄个袂震动、袂当震动的国度，这个属天的国度咧拍拼。所以因为安尼，第二句是咧提醒咱，讲安尼照上帝所欢喜的啊。咱做是要做互上帝所欢喜的，毋是做你的起毛字就对了。
上帝欢喜做啥，我就爱学习去做。啊，然后用什么虔诚甲敬畏的心来侍奉伊。虔诚甲敬畏，这两个意思好像相像，阁无相像。虔诚是因为你无有任何杂念，你知影这样代志，我就是认真甲做。敬畏的心就是表示你谦卑啦，毋是家己大主大意，啊是家己做拍算，是听叹上帝的教示，照上帝意思。这是必来书，互咱一段经文，互咱真深的一个教导，就是我做一项伟大的事业就对啦，是为震动的角度。我是用互主欢喜，用虔诚甲敬畏的心来做。这是咱服侍主头一个真重要、开宗明义的指导。然后哥罗西书互咱讲类似的教导啊，有较幼吼，大概有5项。第一项是讲做代志是出于真心诚意啦，因为你是敬畏主，毋是为着一个头家，毋是为着某一种薪水，也是你为着要升官，啊，你为着要得到什么款的报酬，拢毋是，因为你敬畏上帝，所以我做就是安尼真诚的，无有任何的理由，就是我敬畏上帝，我真诚做主的工。第二差不多类似，伊讲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专心一意啦，专心一意，专心做主的工，这是基督徒服侍主的态度。因为第三咧解释讲，咱是为主工作，毋是为着人工作。有影，咱的教会有一个组织，譬如讲有牧师团队，咱有长老，有执事，咱有服侍团队的团长，咱有圣歌队的队长，有团契的这个会长，咱嘛有区牧区有小组，拢有长，因为伊负责这个责任来领导。但是请会记得，你所做是超越这个，你直接对上帝负责，你爱为主来做，毋是为着人来做。换一句来讲，有可能咱的同工，也是讲咱这个队的队长无甲你叫，但是你有愿欢喜去做。毋是因为伊叫你较做，也是讲你为着伊的民主才做，拢毋是，是你对上帝领受到这款的调命，你欢喜来做。第四项是讲，主要将伊为着家己的百姓所保存的。换一句来讲，你为着这个袂震动、袂震动的角度来做，你敬畏主来做，到底目的是为着什么啊？第四项讲，主要将迄个属天的产业来赏赐咱。迄个产业毋是世间的名声地位、世间的物质，但是迄个属天的产业是看袂到，总是丰盛，而且袂当抢夺的。这个部分才是基督徒所咧追求的。但事实有人是讲，哇，迄三天地外，甲我有啥物关系？看起来好像就无关系。事实，因为你有这款的心境，上帝就是透过亲像耶稣所甲咱勉励讲，你着先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一切拢要互你。意思是你有领受到属天的产业，相反，你伫地面上的产业，上帝有缘甲你固守。这是处事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这是先得到什么的问题。主要甲迄个，伊讲为着家己的百姓所保存的。意思讲，伊讲欠好好啊，已经藏好势啊，迄个礼物已经保存好，藏伫遐准备要互你的，是要互遐愿意为主服侍的。所以最后一句话，伊的原因理由就是讲，因为咱侍奉的是主基督，咱侍奉的是主基督，毋是为着人的组织甲制度。所以伫遮我要甲咱所有的同工兄弟，大家三个勉励，就是咱学习做一个专业的服侍者。服侍毋是安尼有就好。咱即马即个时代，你若无有一寡专业的训练，你会感觉讲你的服侍无品质，阁互人无帮衬，安尼就无彩。咱知英文一字，这字叫做 profession。profession 的原意我有看见一篇文章，伊写是讲，毋是干那职业
工作迄款意思啦，定啦，即个 profession 原来嘛有职业工作的意思，但是伊原意是讲经过某一种特殊的训练啦，经过教导甲训练，来从事特定工作的专业的人员。那简单讲，就比较像拄则咱所讲的，要训练一个地师、地道的地师，都要训练偌久？你敢知？要训练一个日本的都市师傅，听讲都要训练12档到16档，才会当出师。要抬沙西米，要做迄个寿司啊，要煮一碗味噌汁卤，所有这工课，好亲像逐日拢千篇一律做同款的工课，讲都要做10几档。所以意思讲，我做这样事，毋是我知爱就好，是因为我一再操练，一再操练，真熟真有安尼。咱台湾大概有人会去做一款的比较，就是讲有人爱食迄小笼包对无吼？大家拢会走去玻璃边看迄个师傅咧捏迄个一粒一粒安尼吼，迄个小笼包讲爱捏几粒安尼感觉讲看着足水，敢若一粒小笼包看着足水的，毋甘食迄种感觉，就是表示讲，连一个要互你食的物件，我都做啊遮尔精致，遐尔水。这个 profession 原来是咧讲有经过操练过。那今日来讲，就是讲你有证照的就对啦。你有这个执照，才会当去做这样代志。所以呢，原先伊原来意思咧讲，亲像医师啦、律师啦、牧师这款专业人员，因为伊要穿制服，表示伊的身份。不过今仔日咱知影讲，这个师的名称愈来愈多，较专业的标签较多元化。像咱讲护理师嘛是师，厨师嘛是师，药师、理发师。意思讲啦，叫师傅的，大概拢都爱有证照的，这是表示咱对专业的一种尊敬、尊严安尼。所以像某一种的职业，伊爱穿制服。那照这个 profession 的意思呢，就是毋是讲代表我安尼高人一等，我比人较高贵，也是我甲别人无共款。咱知影讲，有的人穿迄领制服，伊感觉讲足阳光的对无有人足爱穿呢，因为感觉会当穿着迄束制服是足水，感觉讲足有精神，代表我的企业的精神。但是原来意思，迄个制服是提醒家己啦，原来是较性质有关系就对啦。提醒家己，你是代表上帝咧做工。我医师穿这领白色的衫，我想代替上帝，在帮助一个病人医好。我穿这束牧师的制服，是咧表示我要用主的话来宣讲、来自救、来祝福别人。我做律师，穿这领制服，上迄个法庭，我就爱照公义来审判，照公义来发表。这拢是一种提醒。这款工课，伊就神圣，神圣毋是在于你的私利，神圣是代表你在为着上帝做工作。咱即马台湾人嘛，足惯势讲一句，讲足 pro 的，有无 ？pro 到底什么意思？原来是 profession 的意思啦，专业叫做 pro， 职业棒球嘛是 pro。pro 意思就是讲，无用家己的私意私利，家己安尼一寡暗藏的物件，毋是用这款心思来做工作，就是你经过这款的训练，这款的专业，就是要来主持公义的。伫这个社会，因为你这个身份，这个代志做了，安尼袂去偏差。特别亲像咱伫关系人性命的医生，伊就是像咧代表上帝，伫执行一项救命的工作。负责宣讲上帝话牧师嘛同意思。所以 profession 成做咱一个对家己，人讲尽职尊敬这个职分。较毋是咱现代人话人若做了无爽快，伊就讲在职万职，捌听过吼？在职万职就是讲，逐项做拢感觉嫌啦，头家伤严啦，工课伤重啦，福利歹啦，拢无咧检讨家己到底有认真咧做无，干那检讨别人安尼。你永远去逐个头路做，你就感觉讲无好，因为你在职万职，是因为你无甲家己的职务看作是神圣。
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专职者，专职者大概拢伫受职的进程拢爱宣誓。咱教会无论是组长、区长，无论是中级，无论是一个会长，昨咱的圣歌队有选出新队长，这个拢要伫上帝面前来誓约，誓约好像一个仪式，事实是伊要看重家己的职分。所以咱说讲，原来这个 profession 是对性质这个部分慢慢延伸到整个西方的社会，到伫今仔日。这个专业甲敬业的精神就运用到各行各业的中间啦。所以兄弟姊妹，咱对这个代志的演变，咱通知影，一个基督徒伫教会的服侍，你会当受车，这就是一个神圣的呼召。第二，你看重这个职分，尊敬这个职分，虔诚来服侍，就是你回应上帝呼召上水。上好的表现，咱对话讲，这个专业的精神甲态度，那应用伫咱教会服侍，就像礼拜，好像一个聚会对头前的敬拜赞美祈祷，一直到延伸，逐项活动一直抓来刷来，看起来都安尼，人讲照章行事啦。毋过，请会记得，这个敬拜福音事工，都是献祭，就是整体伫教会所做的工，因为你看重这个职分，迄个代志，因为安尼有神圣。一个真实的侍奉者，伊的精神会互人感动。毋只干那是咧讲什么话，伊咧唱什么歌，是伊迄个专注的精神，互人感觉讲安尼就对啊。所以这拢包含像是旧约圣经内面所讲的迄个献祭。所以你逐项事扫地拖、佚涂骹，也是伫台顶，拢是咧献祭。兄弟姊妹，咱的教会的中级受选。咱的区长、组长受车派，咱的侍奉团队受来誓约调命，这受职任命的服侍者，本身就是专业的服侍者。专业是因为看重你这个职分，这个事你本身有经过学习，你有经过操练，毋是凊彩叫来安尼。所以咱的教会慢慢进入到一个真清楚的制度，咱有中级有在职的进修，中级有这个训练，咱的小组长、区长，包括咱在进行中的幸福小组，咱逐项拢做，毋是讲这我拢知啊，你是照起工欢喜接受操练。咱包括伫咱在进行的这个已经进行完成，今仔日要颁发证书，就是咱的文图训练学校。咱用2档的时间，一档差不多顶下期按合起来，差不多20几课，顶20几礼拜，差不多半档的业啦吼。一年的一学年的课业，差不多半档爱上这个课。第2年叫做这个文图大学，就是更较进一步要成做领导者的操练。所以，各位兄弟姊妹，用专业敬业的精神来面对家己的职分。就是一个奉调来做见证的人。奉调做见证，是因为我有尽力我这个职分在做，我看重这个职分，我敬虔的心服侍。你伫迄个位，就是咧见证上帝，无一定爱开嘴讲偌济，因为你所行所做已经咧见证上帝。而且咱要另外一段经文来甲咱做警醒甲提醒，就是先知马拉基，旧约圣经上尾一本，1章的60到7节。伊这段经节，互咱一个提醒。伊咧责备当时在担任圣职的侍奉者，就是祭司啦吼。伊安怎，若要讲是安怎骂就对了。伊讲看轻我的名的祭司啊，万军的耶和华对恁讲：囝尊敬伊的老爸，奴仆尊敬伊的主人。我若做爸，我就要尊敬伫叨落。我若做主人，我得到敬畏伫叨落。你就讲，我伫什么事看轻你的名？安尼，搁咧编就对啦吼。然后先知安尼讲，恁无看轻哦，恁看，恁用无清气的饼献伫我的下段，还佫讲，我伫什么事识着你啊？因为恁讲，耶和华的道是通看轻的。耶和华的道是通看见的，
安尼什么意思？白白一块刀，你若看见伊迄个刀，亲像菜店，亲像咧放杂物的，但是若是耶和华的刀，你无甲伊看见，看作是要紧，看作是重视，迄毋是分你的材质，是分你的态度。所以这段经文马拉基的指责，互咱得到这学习啦。伊对当时的祭司的迄个评断，也是凊彩，也是随便来指责，因为祭司伫马拉基的指责下面，真做以色列社会腐败、违背上帝律法迄个代表人物啦。伊是讲带头的人咧做歹，莫怪下骹。所以祭司伊无尽到伊本身，咱知较早献祭都爱祭司呢。今仔日是咱鼓励每一个会友，你爱会晓祈祷，就是你毋免祭司啦，你本身就是祭司，你本身就是甲上帝会当直接通往。较早旧约时代都爱祭司替你献祭呢，你要甲求见上帝吼，阁无资格呢，都爱祭司替你献。但是这祭司无尽到伊的本分，就像一个祈求的工作吼，这个求互人通往到上帝面前啦，伊个积分无做到，伊无带领人亲近上帝，将上帝的祝福来分享，伊做无到，安尼就是伊无尽伊的职分啦。第二是祭司无敬畏上帝，专业无认知无够，毋知影家己咧做啥，反倒等煞因为伊的评断，伊的即个怠惰，伊的凊彩，伊的含含糊糊、马马虎虎，颠倒是起一座墙来隔开上帝甲百姓。所以结果是甚物呢？人即人民听袂起上帝的声，就无指导无教嘛，所以对上帝就无尊敬啊，疏忽伊的敬虔，看紧奉献，也失去平安甲丰盛的生命。兄弟姊妹，对照伫拄则，咱伫希伯来书甲哥罗西书对咱的提醒，来映照着当时伫迄个亡国的时代，马拉基对祭司百姓因的指责，咱就知影讲，伊的经验是咧提醒咱爱敬重家己服侍的职分，将伊专业化，才会当伫服侍中间利益家己，甲利益所服侍的人。咱共款伫哥罗西书出名的10经节，互咱一个服侍的典范啦。这个典范是1章2 8到29节，讲所以阮对所有的人宣扬基督，用逐款的智慧来劝解，搁教示正人。通互所有伫基督内面诚做成熟的人奉献予上帝。29节，为着这个目的，我靠基督伫我内面运作的大能力，尽力地拍拼。这是哥罗西书互咱一个态度甲精神。咱来讲，用这个行做一个敬虔服侍的典范，会当分这3项来讲。第一，方法是甚物？我就是认真传福音，用诸般的智慧劝解别人、教导别人，这是我的方法。第二，是我的目的，是为着要甲人来伫基督的内面完完全全引带伊到上帝面前。第三，你的服侍态度是，我为着这个劳苦，照着伊伫我内面运用的大能尽力来做工。各位兄弟姊妹，咱真欢喜教会富强教会，咱进入到明年45年，45年看起来也无老也无少年啊。咱经过进前这的牧者中级同工的拍拼，咱教会慢慢一张这个服侍的图已经愈来愈清楚。这个服侍图就是讲，咱有服侍敬拜的图，咱有这个引带兄弟姊妹受操练，成做专职、尽力、认真、普罗的服侍者。咱嘛有一阵福音的尖兵，伫头前咧拍拼，咧传福音，带人归主。所以咱现在有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有文道学校，过来明年要推动第2阶段的文道大学。咱毋是为着讲要培育迄个尊重、尊贵性质的，用敬虔的态度来服侍。伊的目的是甚物？讲要甲达人完完全全伫基督的内面，完完全全带因到伫上帝面前。各位兄弟姊妹，咱真欢喜，咱选中集已经过一段落。伫11月
13、14，咱要召这个教会、这个领导团队，大家做伙来思考，过来咱的目标是要做什么？咱有什么方向？应该努力的是向什么方向？无应该遐有诶无诶做伤多，咱来安尼甲刷开，互咱看见上帝为咱插诶标来跑走。下面咱要请两位咱会分享到因伫过去差不多17、8礼拜接受到文道训练，因所受到种诶感想，也要唤起讲，若你对拄则诶圣经诶启示得到一个学习，就是你要服侍主，毋是安尼凭着一时诶欢喜，是因为你欢喜接受操练。你要真做门徒诶过程，一步一步受主来造就，会当真做一个尽忠、尊重圣职、敬虔服侍诶一个典范。